今日咧為大家介紹咧益起善呢個品牌嘅產品啦。咁呢個益起善嘅產品咧係由台灣蔡景賢教授團隊研發嘅產品嚟嘅。佢係亞洲益生菌乳業聯盟嘅發起人之一啦。咁佢亦都係台灣陽明大學特聘教授嚟嘅。佢研究咗益生菌咧已經有超過40年以上。佢團隊發表嘅期刊咧已經喺國際期刊 Q1 雜誌上面咧已超過60篇以上。佢嘅一啲產品基本上咧都係自己喺實驗室裏邊咧篩選出嚟嘅菌株啦，再經過一個培植啦，跟住做臨床實驗啦，咁所以佢係一條龍嘅服務嚟嘅。咁我今日為大家介紹嘅益起善咧有8個系列嘅，咁呢8個系列咧其實咧涵括咗我哋人體嘅一啲唔同嘅問題啦。咁而教授特別之處提出嚟咧，同其他菌嘅唔一樣咧，就係佢提出咗功能性或者機能性呢個概念，即係話佢呢隻菌有咩特別嘅 function， 而呢個 function 係佢主要嘅一個功能喺上邊。先介紹一下蔡教授入邊牽涉呢個系列嘅一個王牌咧，就係 PS128。佢個特別之處咧，就係可以調節我哋大腦入邊嘅多巴胺同血清素。而喺呢個作用咧，臨床上面或者係有啲發現咗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嗰個有啲嘅大腦分泌嗰個多巴胺同血清素都有減少啊，或者係一啲問題，例如可能柏金遜患者啦，或者可能啲自閉症嘅小朋友啦，或者可能係一啲過度血症小朋友啦，都有呢方面問題，或者可能有啲血清素嘅減少啦，所以可能會食緊一啲西藥嘅血清素啦。咁而呢隻益生菌嘅作用之處咧，就係你入咗身體裏面喺個腸嗰度培植咗之後咧，你就可以慢慢令到你嘅嗰個血清素啦，同埋多巴胺嘅分泌咧係增加翻嘅。PS128咧總共有3個版本嘅，有粉末版啦，有膠囊版啦，同埋有醫生版。而呢3個產品嘅時候咧係有不同濃度嘅。咁基礎版或者係粉末版咧，呢個咧係可以適合頭先講嘅小朋友去使用啦，或者你可能有啲輕微嘅症狀咧，你可以先試下個粉末版。跟住如果你係被診斷咗為柏金遜或者係其他嘅疾病嘅話咧，咁你就可以用一個膠囊版或者醫生版去輔助佢哋。頭先講咗啦 ，PS128係教授嘅王牌啦，總共咧其實佢有攞到咧20幾個國家嘅專利，而且係已經去咗全球大概歐洲啦、美國啦、東南亞啦，甚至香港啦。咁所以咧，其實係全世界裏面都好多地方都係用緊 PS128呢隻菌株。其實佢都得到好多個大獎嘅，包括咗亞洲益生菌嘅大獎啦。另外一個拍檔叫做寶益斯啦 ，PS23啦。咁 PS23其實同PS128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組合嚟嘅。咁 PS23咧，佢可以幫助我哋大腦入邊嘅神經嘅系統嘅滋養啦，因為佢嘅 PNF 咧，即係神經滋養因子上面咧有一定嘅作用嘅。咁而呢個神經滋養因子咧，其實同我哋大腦入邊嘅記憶系統啦，我哋嘅學習能力咧係有所關係嘅。咁所以 PS128同埋 PS23嘅話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組合啦。喺我哋而家用緊嘅客戶群上面咧，其實亦都得到好多嘅回饋，都係非常之正面嘅。再落去介紹咧，就係 K21呢個益菌寶啦。益菌寶亦都係教授其中一個研發非常之係重要嘅。咁呢個咧就係腸道嘅調整啦。咁因為益生菌本來就係幫我哋消化系統嘅問題，咁而好多人都係因為消化系統入邊咧係有啲炎症喺度嘅。咁而 K21咧，佢個特別之處咧就可以幫到我哋嘅腸道裏面嘅炎症嘅一個消失。而好多研究裏面講緊咧，腸道嘅發炎其實係同我哋好多慢性病有關係，包括高血壓、糖尿病之類嘢有關係。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夠可以控制到我哋腸道入邊嘅炎症嘅關係咧，我哋嘅身體裏面咧，其實少咗發炎嘅話咧，其實好多慢性病都會冇咁容易發生嘅。咁所以正好處就係教授呢隻K21益菌寶呢隻菌咧，係對我哋腸道入邊嘅調整咧係非常之有效。再加埋佢最近加上一個意大利嘅菌株，令到我哋嗰個身體上面嘅調整咧係更加效果係明顯。再落去介紹一個咧就係正美梅啦。正美梅咧係女性一個私密處嘅調養嘅保養嘅。咁我哋都知道好多女士嚟講咧，因為可能有時要翻工引尿，而且嗰個生理結構同男性有啲唔一樣，就好容易有尿道炎嘅表現。再加埋可能一啲環境啊、氣候啊，令到我哋着褲比較緊啲嘅時候咧，會容易啲滋養咗一個下面樣啊、異味啊咁樣。咁正美梅呢個咧，嗰個效果咧就係因為加咗一啲藍月梅啊、其他嘅一啲萃取物嘅配方，令到佢咧對呢個女性私密處嘅保養咧，亦都非常之效果好明顯嘅。
咁再嚟講咧就係綠色呢個產品咧就益膚敏。咁益膚敏咧就係我哋好容易啲小朋友啊，譬如佢本身可能有濕疹啊、鼻敏感啊，或者係可能有啲過敏嘅問題咧，當我哋天氣改變嘅時候，或者係嗰個溫度改變嘅時候，容易啲鼻敏感發作啊，或者係皮膚痕癢嘅話咧，我哋可以食呢個益膚敏去調整佢個身體，令到佢嗰個過敏性嘅問題咧係可以減輕。再落去嗰個要介紹咧就係呢個黑色呢個激內益。咁激內益係有啲咩用咧？激內益係放一啲做咗運動之後咧，我哋好多時候咧運動咧係有需要我哋嘅增加我哋嘅肌力啦。咁同埋咧係可能令到我哋心肺功能好啲啦。但係好多時候可能啲運動嘅時候咧，你都會有啲炎症嘅反應。而激內益裏面咧，咁又有一個特別嘅配方，就係用咗一個好因情嘅配方啦，再加埋好益師嘅用高溫滅活咗嘅一個技術，咁令到由一個幫助大腦嘅作用而轉換咗一個肌肉上面嘅個作用嘅。咁所以個激內益裏面咧，其實係有3種嘅菌株喺裏面，跟住咧可以幫助我哋運動之後一個舒緩我哋嘅發炎啦，同埋增加我哋嘅肌力嘅作用嘅。再落嚟咧，我哋介紹下好益活 K37。K37咧幫助我哋身體增加我哋嘅免疫系統嘅能力嘅。咁同埋咧，佢亦都有加咗一個菌株咧，就係歐洲菌株。咁呢個菌株咧係有研究咧，係可以對一個肺炎上面嘅預防啊、縮短佢個反應咧係有好嘅效果。新冠之後咧，好多人都有啲新冠後嘅後遺症啦，譬如佢個有啲腦霧啊，佢個可能嘅焦慮或者佢身體變差嘅話咧，其實好益活咧係可以幫助呢方面嘅患者去得到改善嘅。再嚟緊嘅就係黃色呢隻咧，媽媽寶寶益生菌添加咗一個新配方，就係啲小朋友咧係會有哭鬧嘅情況夜晚，而呢個哭鬧嘅情況其實有研究係關於個小朋友其實或者個嬰幼兒嘅時候個腸道入邊嘅失衡，咁令到嬰幼兒咧唔舒服，跟住夜晚嘅時候哭鬧，咁所以呢個添加咗一個哭鬧嘅配方喺入邊嘅時候咧，令到小朋友夜晚可以瞓得好，而照顧者爹哋媽咪咧就唔使起身夜晚要去到睇住個小朋友，或者係令到自己咧根本可能日頭要返工，夜晚又要照顧佢，令到自己嗰個身心疲累。咁最後就係寵物呢個版本啦。寵物呢個版本其實都係有1、200克鹽同佢一樣嘅一個配方，但係個濃度係比較少啲。咁係對一啲小毛孩啊，或者係啲貓貓狗狗咧，如果佢哋有上面嘅焦慮問題啦，或者係佢個情緒問題咧，咁就可以有幫助。咁所以其實喺人上面證實咗有用，喺寵物上面都證實咗有用。所以我哋對益喜善呢個品牌咧非常之有信心，可以令到大家喺身體上面嘅保養咧係得到一定保證咯。